上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17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桃园机场捷运泰山站8点外2楼机房传出爆炸声，消防设备有启动自动拍火，嘛随跳电。这是造成 A1 台北车头到 A7 体育大学站停驶点外钟，一直到9点49分才全线恢复正常，大约有1000人受影响。列车停伫轨道，机场捷运昨日暗时8点外发生系统异常，第3轨道电力跳起，和 A1 台北车站到 A7 体育大学站之间暂停营运，乘客被指示落车，甚至有人爱行伫轨道到捷运站。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台捷运显示，泰山站传出机房爆炸导火，消防设备启动自动灭火。造成机捷列车为8点半左右停驶超过1点钟，一直到暗时9点49分全面恢复供电，才全线正常运行。会不会有点担心，就是说比较晚回到台北？哦，还好。记者表示，这摆异常事件受影响差不多1000人，退票564人，120个乘客行轨道200公尺疏散到A6站。受影响乘客7天内用提票卡到新闻处办理退票，提拍实时补偿1次票的方式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桃园观音一间纸厂，第昨下晡5点外嘛导火烧，因为现场有真侪纸，所以火是炭真紧。加在是无人安怎。另外，昨昏伫半暝啊，新北市的邦桥一搭铁厝搭的仓库嘛火烧厝，不过这是造成一个乌巴桑死亡，也有2个人受伤。新北市邦桥区永门街一个铁皮仓库，昨日半暝11点外，熊熊窜出大火，因为边仔就是警察宿舍大楼，就派人紧急疏散。消防人员救出一个行动不方便的受困妇人，不过已经明显死亡，还有2人砸伤送医。伫昨日下晡，桃园观音的一间纸工厂也传出火警。厂房甲仓库全部一片火海，高高乌烟窜到天边，互人看甲真着惊。消防人员昨日下晡5点外接到大量报案电话，紧急派出30台消防车抢救。到场时阵，部分的厂房已经全部拢着火。麻烦3大重型草咖分队全出，并派化学车过来巡测收到。该厂房将近15000平方公尺，因为内底囤大量纸甲半成品开导火物件，互大火为下晡烧到暗时。消防人员也扭出真侪条火线，一直拍火，搁伫暗时7点05分将火势控制掉了。那里面有一颗重油，里面的储存的量大概还有6万公升。所幸在消防人员抢救之下，目前重油槽是由整个守住。好佳在厂房内底无人员受困，详细导火原因甲财务损失，要等火调人员来去调查。不过因为乌烟呛真济，当地机关就呼吁周边的护林、公兴、武辉、大潭里等地区爱注意空气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嘛是一战不幸，这是嘉义民雄青埔有一间三合院，昨昏火烧厝，搁烧到厝边。厝内底有一个4岁阿姊甲一个2岁的小弟，不幸过往。消防员去拍火的时，发现这间厝门锁咧，可能是大人出门，惊囡仔黑白走，才甲门锁起来。即马导火原因爱调查，甲细汉囡仔留踮厝内，大人嘛爱食罪。家厝内底拢是高烟，消防员继续拍火，因为要有2个囡仔伫内底。边啊，这边到无火，我讲叫一间地厝，无度无度，你就看你风睁卡啦，安尼啦，无法度袂有啊。老母有代志拄啊处理，伊毋捌当安门甲锁起来，所以厝边隔壁要来救也救袂着啊。真无简单，甲人救出来，其实已经无生命迹象。2个人分别是4岁查某囡仔甲2岁查甫囡仔，厝内底排行第4、第5。消防员甲门讲开，发现厝内底被反锁，敢若老母厝外办代志，甲门锁起来。我们后来评估，大概有超过83%，都是烧烫伤的情况。那大部分有超过50%是4度烫伤。急救大概30分钟的时间是没有恢复自己的心跳，有跟家属讨论过之后，就是宣告急救无效。亲友讲，这户邻家由爸爸做粗工来负担生活，妈妈是家庭主妇。虽然生活无简单，也毋过爸爸真打拼趁钱饲家。官府证实，这家人是有做册，家收入好。后续若发现有甲6岁以下囡仔，家己一个人留伫厝内底，家长恐惊面临裁罚、亲职教育。按家后续的居住地安置以及就学，跟他的丧葬跟急难的事宜，那持续的会提供协助跟辅导。
迄小厝了后，厝内地拢小甲大乌去。根据了解，两个囡仔互发现时都伫咧眠床，导火所在敢若伫咧房间，这场火也去烧到厝边，是什么原因引发火势？警消也伫调查。水火无情，互两条无辜的性命未获大限。记者综合报道。咱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同款是受东北季风的影响，天气会较凉。全台湾的温度拢是伫23度至29度之间。咱同齐来看温度。南海的对流云系即马是刷到咱台湾的天顶，即马造成中南部今仔日云较高，有湿湿啊雨。也若北部感觉较凉冷，是一份好天的天气。另外，东部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中部的山区外岛嘛略有雨。温度的方面，今仔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的西湖17.2度，各地平均的温度今仔日是伫23度至29度。要提醒大家，早暗温差较大，感觉会较凉冷，所以出门也是早暗拢会记得晒衫。阳明山的温泉真出名，也毋过嘛传出讲，因为温泉水无够，9月份的时伫顶个月，公共温泉窟捌关起来。北投的温泉业者即马是表示，这是因为受极端气候影响，最近的雨水有较少，所以才造成泉水的源头水无够。大众伫内面从浸温泉享受休闲的时光，这是北投恒基路的温泉餐厅，就算是平日浸温泉内面就游玩未少。阳明山区的温泉真出名，分伫恒基路、新北投甲中山楼顶。最近所传出因为温泉水不足，尖山温泉公共浴室捌关起来，尤其极端气候影响，可能造成雨量较少，温泉水量也减少。吗？应该是真的是还好啦，不会说到差很多啊。还是希望以后还是能泡到，对，不够热的感觉是有啦，有点不够热。民众拢咧讨论无法出上温泉也会出现枯竭可能性。那北投的温泉业者表示，最近雨量较少，确实会造成温泉源头水量不足。我们这边也是要靠有雨季啊，还是台风过来这样子那个雨量充足的话，才有可能这个水才不会缺的。因为最近的台风都到中部、南部去嘛，它一定是地下水冒出来的嘛，第二水牵涉到有没有下雨，有没有补助啊，这个都是问题啊。极端气候是比较长远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要看近期的这个降雨的情形。学者认为温泉的来源真济，雨水是上大来源，一旦雨量减少，确实会影响到地下雨流水含量。北市府定有温泉区管理计划，管制各温泉区开发总水量上限。新北投跟行义路的温泉区，因为我们是气压水，当这个浮流水比较少的时候，那基本上我们会稍微调配自来水来补充那个浮流水的不足，所以以我们目前管理的这个温泉新北投跟行义路来看，是没有说造成温泉短缺的情况。北水处表示，那大水期原水量不足的时，会调配出来水资源，满足浴户需求。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过后，解封了后，咱台湾即马嘛要拼观光，嘛要拼国际观光客的旅客量。因为有立委即马就积极讲，就算今年来咱台湾的观光客有达到600万人次，达到政府讲的目标。也毋过即马敢若恢复到疫情进前的一半尔。观光业者较关心的是，中国的旅游团观光客当时会当来台湾。交通部表示，因为中国无要开放，所以今年确定是袂来啊。真正实在路油店正甲金门市伫永康街开业20多年的这间咸酥鸡老店，经过陆客开放来台，陆客进团，随搁拄着疫情，好在本地客是稳定的客源之一。好老店挡过疫情，搁等着观光客陆续回流。头家观察，陆客的消费力也是上好的。他们都会尝试比较多一点，我们一些台湾当地的一些像那个咸酥鸡啊，跟那个很多种商品。如果说陆客或者说跟日本客或者韩国客来比，陆客可能消费力会更强一点。听到陆客团今年确定未来，店主失望，暗过嘛料想会到，今日会当伫社群网站举办行销活动，希望吸引各国观光客回流。旅游业者分析，陆客伫疫情前是咱国入境最大客源国。虽然政府最近拓展新南向市场，不过无论入境人数还是消费金额，拢无法度甲陆客相比拼。大陆旅行团的旅客没有办法就是来台湾观光旅游，当然对于台湾的观光的外汇收入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它的产值
也都将近有到了3000亿的台币。有民代质疑台湾今年甲入境观光客目标定伫600万人，就算达标嘛，敢若到疫情前的49%。对比日本，伫今年8月入境观光客已经达到疫情前的86%。讲来台湾佚佗转侪无方便，景点其实无够，这拢是台湾输互国际忝忝的原因。我们国外的据点还不够。那么我们需要能够紧速来这个恢复，或者是用更多的这个外站来做引客。观光署回应会加强海外行销，明年希望会当到疫情前的水准，达到1200万的观光客来台湾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该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病院也是摊牌的大户，因为病院24点钟拢爱开冷气、爱开电火，规间病院拢正食电。另外，亲像是除了下久的药啊喷一罐所排的温室气体，就等于是塞车塞300公里。所以4年后，国内病院的评鉴要减少摊牌，嘛会正做影响发展的项目。来关心《中国时报》，新北市目前有500台航空巴士，也毋过司机员敢若400个人尔。那新北另外亲像台北、台南、高雄，拢有欠司机、且无人的情形。继续关心《自由时报》。台北市学生音乐比赛昨举办，伫台北青少年发展甲家庭教育中心，也就是Y17这个所在比赛。也毋过因为这个所在空间伤矮，动线的规划嘛无好，大型的乐器拢无法度入去地推，舞台伤小的，大厅嘛无开放。参加比赛的队伍乐器，人拢爱等伫顶下卡等。问题是了，比赛还阁有2天，即摆有台北市议员要求台北市的教育局爱随改善。继续关心台北市的同学国小合唱团的学生，伫昨下晡，因伫学校的演奏厅练习的时，楼梯式的合唱台所规个放弃，有10个囡仔摔落来，学校赶紧甲囡仔送病院。加在这囡仔拢是侧伤尔，无生命危险。警消人员车辆停伫国小闭门前，赶紧将受伤学生送医。这件意外发生伫16拜一下到1点外。台北市同学国小合唱团学生当伫舞台楼梯顶练习，想要到技术，发生卡推倒去，造成10名学生受伤。舞台上面的三层式的那个阶梯架，学生在练习的时候，他们需要移动，所以在移动的时候就造成我们那个架子的倾斜。学校表示，为要准备18拜3的台北市音乐比赛，合唱团40名学生，迄当时是徛伫高度大约60公分的合唱台架顶练习。技术因为学生排队形，造成架2边的重量无平均，有10位学生为台顶摔落来。好加在学生的意识清楚，第一时间拢送医治疗。有10名女童受伤，那我们现场总共6名送中校，4名送伤总，都是轻伤，疑似清醒。学校已经进行通报了哈，然后在进行这样的合唱团练习的时候哈，因为它站的有一定的高度，我们还是会提醒学校哈要有一定的安全维护。学校强调下尾新的合唱台架以确保学生安全。另外，来回送往北市联医中校院区治疗的学生，拢是淡薄仔擦着伤，已经全部由家长带回收养。4位送往内湖3中的学生是撞着甲脚部擦着伤，目前暂时留伫急诊室观察，若无状况也会当办理出院。记者综合报道。也伫台中雾峰的亚洲大学，即马是互学生囡仔投讲，因咧退宿舍的时，学校甲因刁难，讲疫情拢生高，拢拼无清气，最后要扣因1000块的保证金。而且伊嘛讲，顶学期就449个学生封扣这条钱。学生是批评学校讲，学校要求因用清洁公司的标准来拼，这是要求学生安尼是无合理的。也毋过学校驳回讲，这款规定是爱学生囡仔爱做好自主管理。亚洲大学大宿生用手机翕热情，宿舍退了后摒扫清气了的情形，提供予学校检查。不过学生指控开学前，学校方面负责的时阵，因为已经爱涂骹生高，互人扣每人1000块的保证金。我觉得这种制度很奇怪，就是你应该要么一次检查过，就不要什么两个标准这样双重标准。他已经要求我们拍了我们给他看后来又再来检查一次。大数学生囡仔表示，退宿舍时阵明明就已经摒扫有翕影片存证，社监检查嘛通过，不过尾复查时阵若无通过，佮以清洁公司的标准来做对照，强扣保证金不合理。然后就是反复去刷它，可是那个黑莓就很难刷。我们如果没有特殊的
清洁工具真的是收钱。就是宿舍里面已经是我们在处理的话，那些打扫阿姨是进来宿舍是在清理些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学校把钱花在哪里。有学生真侪改申诉，早讨到保证金。根据学校提供的资料，今仔顶学期就有449个学生囡仔互人公告，学生即期学校方面变相收费，权益因为安尼受损。学校方面是讲，大宿生有4200个，公告的449个学生囡仔内底，实际上靠保证金的有95个。搬走了以后，也知道要有一个清洁或维护原来的一个概念啊。我想在校外你在住宿的时候也都会有保证金啊。后面要不要扣保证金的部分，可以再与学生来去做沟通跟协商，而不是随便只用录影的方式就把保证金扣除了。学校方面是讲，这种的机制是比较伫外口租厝的方式，要求学生囡仔爱自我规范。不过租厝团体是讲，学校方面应该甲学生囡仔充分沟通，有问题应该爱当场协议处理。敢若凭翕相的画面，这无法度认定责任是啥，毋知有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以巴战争也咧战，以色列嘅军队甲加沙走廊封起来，即马加沙嘅物资是真欠缺。美国即马已经和埃及达成协议，要拍开加沙南部和埃及相通嘅关口，要来送物资入去，互人会当出来。不过即马开放嘅时间是也未确定。西方和中东即马有几哪个国家嘅官员嘛，继续咧找出共识，避免这场战争愈战愈凶，战未煞。清真寺外口组织大批民众排队灌水，加油站会当讲无油通啊加。以色列政治有果要对加沙地区进行地面突击，要求北部居民赶紧向人退离，造成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地区几个来人口为40多万，增加到超过8万人，开始出现资源不足的情况。مش بس للشرب لكل الاستخدامات من الحين إن بالضبط ما فيش عندي بيت مي لي 5 أيام。虽然以色列开启2条安全通道，有源传出包括囡仔在内，真侪平民伫退离路途中死亡，真侪去到南部的家庭有路无厝，目前大约有40万人暂时住伫联合国开设的庇护所。也毋过，因为以军封锁加沙4口围，造成物资真歹进入。联合国坦白讲，当地人道救援机构已经伫失控的边缘。فيش حد يجري ورانا كيف إحنا نعيش كيف جاوبونا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阿拉伯6号进行协商外交，想要阻止冲突扩大。15甲埃及达成协议，会重启埃及北部往来加沙走廊的拉法关口，以利物资输送甲提供。We're putting in place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with Egypt, with Israel, with other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to get the assistance in. 各国拢在极力避免战事扩大。法国外长今仔日到黎巴嫩呼吁真主党站站，唔通介入以巴冲突，因为顶礼拜真主党武装分子炮击以色列北部村庄，国家烦恼边境会开启第2战线加东战会。约旦国王是访问欧洲各国，寻求支持结束加沙冲突。美国总统拜登计划这礼拜访问以色列，虽然伊支持以色列对付哈马斯，也毋过警告袂当占领加沙走廊。I think it'd be a big mistake. Look, Hamas and the extreme elements of Hamas don't represent all the Palestinian people. 事实上，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进前嘛安尼批评哈马斯，指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才是巴勒斯坦人唯一合法的代表。这个组织主张用谈判手段建国，不过这段言论后来煞互官方通讯社删除。以色列参谋长礼拜2示警往加沙前线，向部队发声煽动哈马斯。半岛电视台指出，当地时间16晡暝加沙市传出真侪摆空袭，造成2个边防基地轰炸掉，真侪人死亡。巴勒斯坦当局讲以色列的攻击是整作灭绝，到今已经造成当地约3000人死亡。公司新闻两间编译。加沙地区即马正需要人道救援，不过加沙地区即马情势是继续的恶化。埃及伫昨昏就对外表示，因的救援物资无法度入去，拢是因为以色列的主动。埃及超过100台大卡车载1000吨人道救援物资，想要进入加沙，无奈卡3天。属于哈马斯广播电台阿克萨表示，以色列16个攻击拉法关口。埃及外交部长苏克里表示，即马上需要就是减轻巴勒斯坦百姓痛苦。حتى الآن للأسف لم تتخذ الحكوم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موقف يؤتي بإمكانية فتح المعبر من ناحية غزة، السماح بدخول المساعدات أو خروج المواطنين من دول
这是美国埃及达成的协议。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欢迎科比表示，原本希望16较暗拉法关口应开放几点钟，暗过也是无。即卖以色列对加沙轰炸甲围困情势更加严重，这个飞地顶悬230万居民是伫生存崩盘边缘，水电能源甲医疗资源耗尽，便宜发电机燃料也特别用了咯。Hundreds of people are sharing one toilet, for example. We do have serious concerns about the spread of waterborne diseases in the Gaza Strip. 一讲消息来起嘅时阵，被认为可能停火。哈马斯甲以色列拢表示无成功。埃及媒体开罗新闻表示，按算就话伫红海都市向莫斯科有一场危机峰会。埃及总统塞西早接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电话，要讨论加沙局势升级嘅问题。国际新闻恩文平报。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有一寡国家即马嘛开始出现仇恨犯罪，亲像伫美国的伊利诺州就有一个71岁厝头家，那亲像是因为伊的厝骹是信伊斯兰教，专举刀啊甲厝骹6岁后生刣死。这场战争嘛造成美国社会对立，因为双方拢有支持者，即马嘛一直有言论的冲突，这冲突嘛出现伫学校和工课场。查某囡仔蒂博啊，表情有淡薄歹势，看起来真古锥。也毋过伊说，因为以下战争无法度大汉，受到以下战争影响，全球一直传出仇恨犯罪的状况。美国伊利诺州当地15发生71岁的厝主，疑似因为厝骹伊斯兰宗教信仰，摕长7英寸、将近18公分的军刀，袭击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厝骹，佮对厝骹的6岁囡仔外迪亚连渡26刀，造成外迪亚当场死亡。32岁女厝骹是当上病医紧急急救。And said that he knocked on the door and that he attempted to choke her and said, "You Muslims must die," and attempted to stab her and stabbed her. And she went to the bathroom and called 911. And this was all, in her own words, seconds. And by the time she came out, her son had been stabbed 26 times. 警方紧急逮捕厝主自巴，透过采集证据，如果会用一级谋杀未遂，甲2项仇恨犯罪罪名起诉。对了犯罪，美国社会嘛出现支持以色列也是巴勒斯坦的对立分裂。哈佛、史丹佛甲纽约大学，包括学生、教授甲管理人员，拢伫社群网站发表激进的言论，引起争议。有一个人因此失去工作机会，也是互民众搜索、暴力威胁。个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学生写批互校长，批评校长对巴勒斯坦的苦难长期拢结点点，互学校甲企业界出现是毋是爱表态难题。同款状况嘛出现伫法国，法国进前发生高中老师互外国籍车型 A 的男子杀害死亡，互认定甲以下战争有关系。当地15数百人组织伫法国北部城市阿拉斯的广场追悼死亡的老师。法国暂时全国禁止高度的戒备，会部署上济达到7000名远警戒备，加强保护文化宗教设施，佮禁止举行亲近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法国的教育部长阿塔尔嘛宣布，加开学的时间延后到当地16个早起10点。虽然政府禁止，不过法国国内的反犹太抗议活动又完增加了。189 actes antisémites sont relevés depuis samedi dernier. 65 interpellations ont eu lieu en lien direct avec des actes antisémites. 23 de ces 65 interpellés étaient des étrangers. 当局表示，暂时收回举报平台，法罗是收到2400多份的举报，拢是传播反犹太主义的信息，会对反犹太协会采取行动，要求解散归来的非正式也是私底下替哈马斯甲相关活动提供资金的协会团体。国际新闻台是东朋友。波兰10月19举行国会大选。出口民调即马是显示，以前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带头的在野联盟，拍败右派民粹主义路线的法律正义党。这场选举投票率有72.9%，这嘛是波兰对1989年民主化以来投票率上悬的纪录。波兰今年这场大选，朝野国政党竞争真激烈，选民投票嘛真踊跃。投票所暗时9点就关门，暗过首都华沙甲第二大城克拉科夫，一直到半暝，拢还阁有选民伫排队等要投票。第二大金融中心弗罗茨瓦夫的投票排队，一直到过顿港透早，拢还未消化完。选举官员讲，今年的投票率达到72.9%，是1989年共党势力落台以来最高纪录。18岁至29岁的少年人比60岁以上的选民更较侪。I voted for Koalicja Obywatelska, for Donald Tusk and Małgorzata Kidawa-Błońska.
I'm fed up with the Polish war inside my country. We can be different, but we have to be one. And I'm fed up with the hatred. 若是安尼，设伫英国伦敦、德国柏林等所在海外投票所，完有60万侨民登记投票。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e wasted absolutely 8 years.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our neighbors is just total disaster. This government have to go. 出口民调结果显示，行右派民众路线的法律正义党，伫国会总席处460席当中摕到200席，得票率是36.6%。不过，并无达到执政所需要231席多数席。经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带头的公民联盟，渴望得到248席，得票率31.6%。而做国家第三路线中央偏左的左派定小党，拢总席处会超过一半。 Słuchajcie, wszystko na to wskazuje, a wiemy i pozdrawiam stąd tych wszystkich tysiące ludzi, którzy jeszcze stoją w kolejkach do lokali wyborczych. Ten wynik może być jeszcze lepszy, ale dzisiaj już możemy powiedzieć, to jest koniec tego złego czasu, to jest koniec rządów PiS-u. 过去8年，法律正义党甲手伸入去司法甲媒体，致使民主的品质严重倒退。欧盟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布拉斯指出，在野这边的胜利，代表国内甲欧洲政策会出现大幅度的调整。其中马上爱做的，就是清除国营机构甲公共电视台内底法律正义党所安插的人马。另外，公民联盟选举前嘛就抓讲要放宽对台法。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和乡亲做伙来去看世界。比利时布鲁塞尔发生针对瑞典公民的恐怖攻击，有2个瑞典人死亡。凶手讲伊是伊斯兰国 IS 的成员，伊是发出真主制裁了后开始扫射，造成2个人死亡。若凶手甲打死还未抓到。继续关心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德国即马是出现反犹太声音，市中心有上千人示威，因是话讲有冇放下武器，哈马斯是咧进行人民运动这口号。那警方是赶走示威者，有抓到153个人，嘛下令禁止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 继续关心加拿大军机伫亚洲国际空域执行任务的时，予2台中国军机骚扰。中国阁发射照明弹，2边飞行机上晚的时，敢若有5公尺尔。加拿大军方是表示，中国军机安尼做是真无专业，而且真危险，所以因决定要透过外交管理的方式来处理。 来关心镜头转来国内2024总统大选，国民党侯友宜伫昨昏日是去桃园发表客家政策，因为各界是较关心南北合，侯友宜表示会提出上大善意。国民党这边是讲，希望南赢会当提出具体办法，再过来开会。另外，当咧拼连续郭台铭伫面册顶头发表伊的女性政策，也若民进党的赖清德，伊是提出交通政策，伊嘛专讲去阳明交通大学演讲和大学生活动。 乡亲真欢迎，唱落握手翕相。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走访南亚票仓，有名的客家庄汤圆油梅，提出6大主张，包括编了100亿预算成立客家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甲增订客家发展法定。那外界关注，定伫南北合无聊会，双方对安怎推出上强候选人无共识，也空中互呛2摆会卡关，南北合亲像陷入死局。我们还是会继续的释出最大的善意、包容以及体谅，做最大的努力，希望能够让政党轮替。不要为了见面而见面，应该是要朝向真正能够合作，才来进行后续的一些会谈。蓝白合，或者是跟郭办这里，又或者是跟时代力量，甚至是很多浅绿的朋友，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合作的对象。郭办希望国民党提出具体办法加批评。那对最近佮传出促成外国合的声音，是回应只要会当形成联合政府，任方向拢无排除，郭办也顺势接球。那郭董跟柯主席2个人之间呢，其实本来就是朋友。我们这边其实一直有在跟民众党跟柯主席在做联系跟互动。我们相信未来有非常大合作的空间。
郭台铭继续冲刺连署，也伫面册发表女性政策，发出企业爱出具性别工资差距报告，未将100%带薪产假为8礼拜延长到14礼拜，应付甲伴侣每体会当得到1万心理咨询补助，甲推动精工刑事法修法，放宽动乱运用。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以副总统身份参访台湾电动车公司，也讲交通政策。GoGo 公司就是我推动创新防冷台湾相当具有代表性也是示范性的公司，大家共同努力，已经有很长足的进步，也远远超过我当初当行政院长的时候制定这个目标的标准。赖清德竞选行程是前往邮明交通大学演讲，接受学生地球提问，也甲访台的 AIT 主席罗森伯格参访台湾客家地文化馆。记者综合报道。日务役对明年开始做兵，该登去做一档。国防部即马表示，日务役主要是咧做守备部队，也毋过即马嘛有风声讲，因为三军主战的兵力编制人数拢就袂甜，是无到8成，所以做一年兵的才会收到这兵单的阿兵哥，嘛有可能爱去做主战部队。也毋过学者是认为讲，现代的武器真专业，一定爱有专业的训练，做兵才做一档，可能是也无法度失手。点开的内政部也证书网页，83年到93年次专科以上在学查某学生，想要利用校内提早完成4个月常备兵役，已经开始申请。也毋过即马传出三军主战兵力兵现比无到8成。根据113年度国防预算书显示，明年士官长会减少300人，士官减少1601人，士兵减少3211人，学界减少5112人。主要是守备部队的一年义务役有可能会分发到主战部队。明年1年期义务役役男是以分发本外岛以及中枢防卫等等类型的守备部队为主。那么役男可以按照民间的专长来参加遴选，或者是依他的志愿选择到主战部队服役。国防部表示，役人若有飞机受护、海事轮机受护等船长有希望分发到海空军部队服役。那兵役延长了后，役人也会学习操作气枪飞弹、标枪飞弹、安全反装甲飞机等新式武器。学者事后方分析，现代武器设备装备需要专业训练操作，一年义务役不一定当负担，一旦分发到战斗部队，也要看性质甲专业度。像空军飞弹部队，应该也是要以志愿役为主。这个精密武器的操作，另外他们这些部队呢，可能随时24小时要维持战备的，记忆的这些专精度就会非常高，那可能就比较不适合由这个役期比较短的这个义务役来负责。那人民没有心防啊，大家都跑掉了，没有同仇敌忾啊，没有不越雷池一步的这种想法，从心防来加强。张彦鼎表示，义务役可能分发到主战部队，主要原因就是志愿役人数减少，建议加强志愿役待遇，呼吁国防部量早规划应用义务役纳入战斗部队时期。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上任了后第3届来咱台湾访问，伊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一定会照拼照行，伊嘛期待台湾爱拍拼保持现状。咱总统蔡英文有感谢美国的协助。另外，中科院伫举办基地，即马有起一个火箭静态测试场。学者是分析讲，咱火箭生产的技术若是有进展，安尼咱家己制造飞弹的能力嘛会当提升。总统蔡英文接见第3摆访问台湾的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主席罗森伯格。蔡总统希望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后续谈判能顺利。台海局势紧张，也感谢美方协助台湾强化防卫能力。我们也要感谢拜登政府高度重视我们的国防需求，持续落实对台军售的常态化，来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It bears repeating. The U.S. commitment to Taiwan is rock solid. It is principled, and it is bipartisan. We stand with our friends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And we also welcome your continued commitment, President Tsai, to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应对中国军事威胁，国防自主应该展现守护国家安全的决心。中科院强化太空火箭研发，在屏东九批建造深入地下4层的火箭静态测试场，渴望在2026年进前有5条火箭个体推进这生产线。另外包含真定型、天宫3型防空飞弹、向风3型反舰飞弹，这相关的种类伫造推也是加力部分，拢会用固体火箭来协助。学者分析，太空科技伫军民两用科技的性质增强，研发火箭技术也在强化自制飞弹的产能。
台湾在国防的投资上面，其实花很多力气在不对称作战上面，去强化我们在精准弹药上面的投资还有建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去首先第一点在防卫上面，你去增加它的这个固体火箭的生产能力，它是有绝对的必要性的。学者讲，未来混合式火箭技术是重点，应更加精准，甲买载物件送到有定的所在。火箭甲飞弹科技更加是连斗阵，火箭技术有突破性的进展，自制飞弹能力也可望用提升。中科院是回应，各项研发设备建制，拢是依照任务需求来办理，牵涉各方研发基本的事项，无做评论。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有民众甲车停伫停车场，啊，毋过伊的车门无锁，尾安尼锁一个小姐走入去伊的车底，落尾全死伫车内。车主即马就告这死者的家属，要求爱赔伊42万。法官是认定讲，发生这款代志，这只车用中古车的方式去卖，价销嘛袂悬，所以即马是判死者的家属爱赔人32万。行路脚步真无在，穿粉蓝衫的查某人，家己一个人伫街路上行，驶入去豪华停车场，搁再互人看到时阵，是已经拢无喘气咯。防锁线救起来，查某人倒伫汽车后座，因为心因性雄死亡，伫车内过身。也过车主到现场来看，讲甲这死者根本都无熟悉。我们那个车子是好好的，一个人莫名其妙死在我们，要吓到好几天都不敢睡觉，那几天都提心吊胆。车主真生气，拍官司，主张这个轿车变做凶车，提告民事损害赔偿，包含车价减损31万，拖吊费开5000，二辆车是9500，汽车安全座椅14000块，也有精神的慰抚金8万等等，要求赔偿42万6500块。也毋过死者家属讲，车主无甲这车门锁起来，无申请管理的责任，赔偿金无应该遮多。虽未造成该车辆物理上的毁损，但造成车辆原所有权人无法继续使用，且没有人愿意受让或购买，故其交易价值贬损。车辆所有权人可就该车辆贬损的部分，向该民众的继承人请求损害赔偿。根据犯意心理，法官认为确实造成无人敢继续开这台车，民众大部分禁忌也有惊吓，无少人敢去买这台车，交易继续降价，加上车主离开进前有启动这个锁车的功能，也毋过车无电无法度锁起来，认定伊无锁匙，判赔车辆减损、拖吊费加车内物件，总共是32万1000块，总案以外会使上诉。事故车是最容易造成折损的。那事故一般都是发生撞击修复后，像这样的 case 来说的话，如果车商知道这样子的状况的话，通常折旧都会有一定折旧的折损。车的落价变大的原因，除了是事故车以外，有人伫车内死去。汽车专家讲，也互准备介绍变较低，不过也坦白讲，也是有车商会买。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台铁新嘛对外宣布讲，因最近就会重新来检讨车帮和时间表，因为因讲即马伫东部干线有新买 EMU 3000的列车，座位就较济，所以未来这列车会取代普悠玛列车甲德鲁古列车。为解决东部干线一票难求的问题，台铁豆豆将普悠玛泰鲁高号换加做 EMU 3000型列车。每一列车应提供538位，比普悠玛或者是泰鲁阁拢只有372个位，应加收份160人的乘客。未来 EMU 3000会加做东部干线主力定点服务列车。EMU 3000已经到了38组了哈，我们已经运用在东部的部分哈，已经达到25组。那未来这个泰鲁阁以及普悠玛哈，还会比较离峰的时段哈，会继续在我们的东线上来运作。普悠玛甲泰鲁阁未来会导致西部干线中长程、甲中间站停较少的类直达车营运模式，所解具体伫中部以北的疏运压力。毋过，煞意外伫网络引起批评，认为将过去香港来台湾的普悠玛甲泰鲁阁调离东部干线，是毋是将东部民众看作是二等公民呢？比较喜欢它普悠玛，它整个速度比较快 ，OK， 好的时间比较短，然后再就是它的车内环境比较舒服。这样就退回原来的样子，速度变慢了，让我们非常不便民。纯粹是在我们营运上面的安排的考量。那未来普悠玛泰鲁阁还是会，比如说从台中到花莲，或是从彰化到台东，还是会跑东部。
交通部强调，普悠玛甲泰鲁阁并非全面退出东部干线，是调度营运路线。另外 ，EMU 3千新车被批评是椅仔无够舒适，甲充电装置无顺手，甲杯仔架伤过欠债问题，会要求代替局爱检讨改善。记者综合报道。4当前，咱台湾有提出亚洲头一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法案。严格根据统计，即马有签有力医疗决定意愿书的，敢若62000人，同意安宁照护的是无够4万人。健保署即马宣布讲，有力医疗咨询费上紧伫明年会列入健保。若头一批对象是癌症末期的病人，有严重失智的病人，计共有11类的病人。若是这条钱由健保来出，一人会当省3000块。为着确保人生最后一里路会当自主决定，敢是放弃插管、气切、电击等急救方式，民众会当透过病院邀请一位离亲等家属参与有力医疗咨询，叫做 ACP。也毋过咨询需要自费3000外块左右，造成民众张堵。也毋过未来这项咨询自费项目，有希望由健保来给付。病人都有自主的权利吧？要不要电击？要不要切？那这些费用如果是小部分的费用，那个健保能给付，这都是好事。至少是在病人就是还有意识的时候，可以为自己生命的终点做决定。台湾2019年制定亚洲第一部病人自主权利法。不过，根据卫福部统计，4年来签署有力医疗决定意愿书只有6.2万人，同意安宁意愿是3.9万人。为着维护每一位末期病人得到有尊严的照护，健保署发布会优先以末期病人、严重失智、甲渐冻症等11类公告罕病适用范围纳入健保支付 ACP 对象，每一个人一生喊一摆。签署了这个 ACP， 而且经过2个专科医师判定可以执行的情况，可以让病人走得有尊严的同时，也是可以减少所谓无效医疗的执行。末期病人这个是大概会是最需要，那么跟健保的服务、医疗的服务也比较有关联性。这总量强调，另外也会强化居家安宁。调管相关给付，也会将居家失能个案、家庭医师照顾方案纳入安宁疗护，对沟通病人有力医疗决定有帮助。另外，有偌济人受益甲债务冲击，需要等待明年健保总额协定结果来定，相信明年会当上路。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台中。台中的 Jazz 音乐节计共有10天，对这个月13已经开始起鼓。也毋过，逐天暗时音乐节结束了后，现场拢有真侪本数。台中市政府表示会加强摒扫甲分类，也毋过嘛呼吁民众爱有公德心，要走的时、要离开的时，爱会去甲本数查走。台顶的表演当咧进行，大家听众听甲真入迷。除了野餐，搁了拾一个，也毋过看这场所4颗位啊，拢是留落来的本色，也搁有啉煞的酒干啊。这款的情景就出现伫台中的 Jazz 音乐节。啤酒啦，乱丢啊！我们来就是都要捡就很多就对了啦。有的都会乱丢啊，丢的话我们都要拿出来分类啊。清洁人员讲，为着赶伫拜一上班进前，赶紧恢复环境，透早4点就开始来摒扫。因为10月15是假日，参加活动的人较侪，本数也别量，一直到今仔日早起10点才清理好势。10天的台中 Jazz 音乐节，对这个月13开始，逐天拢有活动。不过民众嘛烦恼会带来真侪本数。如果很麻烦，就带回家丢。自己带回去啊。为什么？就不能乱丢啊。市府表示，目前伫个中地4颗位啊，规划4个大型的收本数的地点，除了加派人来进行分类，也会加强清运作业。当天的垃圾，我们当天晚上就会上垃圾车跟资源回收车把它清运走，不会留在这边有一个垃圾过夜的情况。环保局现场就会有派驻2台资源回收车跟垃圾车在现场，所以他们只要一打包完，我们就会直接上车。那不够的话，我们会再调度车辆过来做一个支援。市府表示，今仔日开始到10月2日，逐天暗时主舞台拢有活动。除了较接来收本数，也提醒民众本数唔通等涂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番麦叶啊，嘛会当摕来做帽啊。这是婚林书学的落地据点，老师就教社区的时代，用拍打的番麦叶啊摕来做帽啊，真特别，阁真环保。
甲轨道顶已经拍打的番麦叶啊，一束一束放做伙。社区的时代真认真咧整理，分林市湖乡的落地据点，安排课程，请老师来教大家安怎利用这个番麦叶来做一顶美丽的帽啊。第一摆做着，感觉做哦，足趣味。我喷哦，只有酒精，啊不喷就有咧，足水的。我们爱做啊，爱石头，爱种桃啊。大家照老师的指示，一步一步慢慢啊完成。经过这届体验，才知影原来平常时啊咧食的番麦无爱叶啊，甲下一寡功夫，嘛会当变做状态配件。伊一定要有够干，较袂生菇，吼。啊，即马咱就是爱用酒精甲伊喷，软化伊的纤维，吼。啊，再用挖刀甲伊挖好平，吼。然后我有拍一个板仔，再去甲伊请过去，安尼会较坚固啦。啊，用起来吼嘛较实在，啊，较水安尼。我们就是用这些比较特别的东西，然后就收到那个政府委员的肯定，所以我们就是被列为今年的特色据点。透过趣味的课程，时代毋但会当动头脑，搁通动手做。除了发扬环保的概念，嘛加学到一项手路。记者综合报道。也若伫庄脚田里，有时拢会看到稻草人，要用稻草人来赶鸟啊。即摆伫家己新港，就有农民甲稻草人装作是电影内底的枪师和道长。伫青叶面的菜内底出现这两身，看起来是真新色，带乡亲咱同齐来看。8岁的菜内底有一个戴青条官帽、佮穿乌衫的人影，后壁佫有一个穿黄衫、打扮亲像道士的人，行较我甲看，才知影是农民做来要赶鸟仔的草人。有一点点怕啦，有的是放那个炮，那个什么冲天炮啦。无效啊，叫僵尸在看嘛，无效。点着炮啊，要来赶遐想要食稻仔的鸟仔，家己管理机的稻仔准备要来收成。农民就讲，鸟仔食剩的才是因的，所以为着要赶鸟仔，才会想各种办法。加几百只，差不多无几工规区食了。吃剩下就是你的，那就是几乎剩下不到一半了。对你如果往那边去，你如果看到一大片这样下去的，它是一大片就在下面这样蹲着，就是在下面吃啊。农民讲，赶鸟仔的锁啊，反光的物件也是草人，甚至时间到就会崩的炮啊，拢是一段时间有效，久来鸟仔嘛袂惊。一寡少年的农民发挥创意，做趣味的草人来消遣。记者李慧婷家己报道。再去绘文编辑。经典文学小王子有翻做真侪语言，伫全世界拢有册卖。咱台湾嘛有台文版。伫阿根廷的北部有一座1888年起的圣卡洛斯城堡，即马是互看做是小王子创作的灵感来源。真大的城堡砖垣当中，徛一个白色雕像，亲像一粒星球的造型顶悬，还有一个看起来身姿优丽查甫人。这伫阿根廷北部的圣卡洛斯城堡，互外界看做是经典文学小王子的灵感来源。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el escritor del libro El Principito, para que la gente lo pueda conocer. Volando exactamente por aquí arriba, tiene un problema de motor su avión. Y se ve obligado a aterrizar en un campo colindante aquí al Parque San Carlos, donde 1943年出版的经典文学《小王子》是法国飞行员兼作家圣修伯里所写的。伊捌伫1939年所写的自传散文《风沙星辰》当中，想起1935年的时阵，紧急迫降伫离阿根廷首都400公里远的乌拉圭河河边，发现圣卡洛斯城堡，就安尼开始一段亲像伫动画世界中的生活。Castillo, como así le decimos los concordienses, vivía esta familia de franceses, la familia Fouche-Vallon, y dos niñas que vivían aquí le salen al encuentro cuando él tiene ese accidente y le hablan en su lengua natal, lo cual para él le fue muy novedoso. 这圣卡洛斯城堡是迄时阵一个法国银行家的后生，伫1888年起的。虽然城堡感觉有点化旧，不过伫圣修伯里眼中却是世界充满惊奇梦幻，特别是两个住伫遮的查某囡仔饲袂少动物，除了狗仔、甲鸟仔，还有狐狸、狗等其他动物。伫小王子的册中讲到小王子拄到的角色，就有一条蛇甲一只狐狸，也被后来人认为是迄个时阵伊的生活经验。
目前这本册已经翻译300多种语言，伫全球流传。不过，圣卡洛斯城堡因为经过1938年一场大火，甲数十年来真侪摆抢劫了后，即2014年互当地康克迪亚市市政府收回管理。内底27个房间，即马分别展示甲小王子这本册有关的话、册甲创作作品、公司新闻、电视等等样。天气报道在，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有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7度。外岛22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